磨一批了，不好走。这边水山啊。好香哦，条还有皮条很香，跟糯米哦，所以两个种的我冇中央，冇啲人他嘅含种特别香，然后了人他嘅好完全就冇中央。你客家人要包香，就好多人冇，糯米細細啊落到飯啲。飯條要冇嗬，鹽辣辣就飽，冇就你那個什麼牛那個的話呢嗬，不所以就冇香。牛叫你保中啊，賣飽沒啦？哦，我喺講到我保中啊，木就會見到。要講。我順意些就冇啊咩，我要清淡，要煮飯。哦，又有熟豬嘅，又有熟牛嘅，上山割草，我嘅講唔得幾多啦。嗰時講，今年我要講下咪，我要6段嘅成法完全冇重要。哦，但我而家呢度考唔過係。哦，咁1點鐘講唔聽。係啊，談過呢度講。係啊，1點鐘講唔聽。行一嚟講，行得嚟講。6兄弟啊，哦，我要清太啊，第個孫啊，跟那我弟就有偷2個送梅的，送梅啊食，阿婆又食，等於講10個13上海之家個就最快樂嘅出門隔壁店嘅嗬，我那個阿妹打麻甘糖啊。3粒2粒半，中州澳門是個最快樂嘅真正嘅童年。
哎，各位同學大家好，大家好，各位同學大家好。已經有，哎，院長，我日中買一庫麵了啦，等曬到望江啦，望江，啲咩方面？我江中望江哦，行過來就望來。水很多多白咁樣呀。哦，用那個羊皮啊。一人分一半。對啊，看水看到看無講做工作了嘛，無中下，工人做工人，事業無中央啊。係啊係啊。兩作公安度啊，全部中環節啊。哦，有兩座喺公辦嘅。啊，環節千多年，第二個較健康啊。港建的啦，哎，港姐。每個都是。同一個班級。哎，啊，平常會來往啊？好少。少啦，同總會長要來啦。我小學啊，一年級還好，2、3、4年級啊，都是那時候有個傳染病，日本話叫馬拉利亞。比如說我一天一次，早上9點來講，每天到9點一定就受不了，就冷，棉被一蓋，等一下就發燒，就不曉得什麼，大概一天2個鐘頭到3個鐘頭就夠了。整個村莊全台灣都這樣，沒有藥啊。到4年開始哈，更好笑，聽到那個空襲警報有沒有？像現在的那個萬安演習一樣有沒有？我還吼這樣，你聽到一吼很長的時間哦，不管你在哪裡，隨時可以回家。你去到上學半路也是一樣，在學校聽到也是一樣，馬上就要散開，就要走。4、5、6、3年，等於說完全沒有什麼讀書。都第2次世界大戰了。我也上班喽。因为那时候感觉好像学校是我们自己的家这样子，因为这个生活圈已经很小了，下课也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在这个地方。尤其像我爸爸那个时代，他还要轮值啊，晚上都在学校睡啊。那我们有时候就留在学校，没有回去家里，在学校写功课啦，或者说有时候爸爸可能农忙啊，我们就暂代父亲的，就是说偶尔的留在学校这样子，也会这种情形。偶尔啦，不是很长啦。爸爸农忙的时候，你要当警卫。
对啊，就帮他在这边学校睡到天亮这样子。那时候也没有想说我会回到学校当公务员，没有想。不知道谁的拐杖。这就要塌下来，那冇塌下来吼，中间呢，见上去，我大有砸唔到。选羊头是唔得嘅。了是唔得。不是像现在哈，职业有钱的，有没有钱的，1块钱都没有，也不曾领过差旅费，薪水也好可怕。怎么可怕你知道吗？一部电视黑白20寸，8000、9000的样子。一个上面的天线1200，好像10200。我的薪水多少？一个月450，一个月薪水才450。你看那个薪水怎么开啊？怎么发啊？今晚喺一個老師教嘅，佢講啊嗬。唔出噶寬帶唔出噶，嚇！自做告狀，叫家告狀嘅做法，做老師有做老師嘅做法，講中人唔要講中嘢法，做個呢肯比聽來開個頭看見那嚟好，那唔，所以嚇一般人唔好講出噶寬帶出噶，係按樣學嚟。一般就我閒時就會講啦，我正當做頭路啦，做好做壞哈，你賺錢唔到也人嘅命，唔好去走險路，比例啦。那個山林哈，有乜個樹頭，幾多錢，我偷也嚟，偷咗幾個朋友嚟偷得到以後，偷到路上發事情，管到你半條命。所以我就會千鼓勵做正當嘅條路，穿上冇相關，唔好賺錢人這個命啊，我做唔出條路啊。回家嘞，回家休息啦，不要啦，不要打工啦。這幾年感覺好，真的，以前人講說老人會像孩子哦，真的。老人会像孩子，对呀、为什么你会这样感觉？高兴就高兴啊，一下子哦，就和小孩子的心完全一样啊，肉眼赏谁子啊。
那个香啊！买菜哦，买菜哟。那么快，那么早，哎。拿包多几个包，几包。阿妹，唔记得怎么个菜来玩啊？温肉，温。苦诶，苦瓜，啊，嘿，要两行啊，嘿有诶无不瓜诶。嘿，有没有豆腐？哦，买也是一样，哦。对没？啊，买吗？啊，白鸽嘛。你在哪啊？我35年就进来，进来有没有什么？等于说，一件棉被，一只锄头，真的就没有什么，只有棉被而已，不会说大包小包的。我现在做的那个田，都是我三兄弟一挑一挑这样高挑到低的地方去稻品来这样做起来的田呢。也不是用钱买的，用8分多地。分了哈，重量呢哈，这个要用绑的，要这样绑哈。现在改良哦，就比较快，就这样。哦，3個度講喎嗬。個田本來一段段有冇架球啊，變平平，要很快速來整理，個很面點。薄坎點點轉，個鉗棒，該參加個田農是做得40-50萬。幾下反不反映嗰種嗰種人哋啲石油板喺度辦出去啊？因為我想要辦咯。反正港中人辦出去，譬如冇條路啊，冇工作啊，意思打工嘅不見得較好啊。對。等於講，他個生活習慣啦。咁以前嘅學校做工有幾下，今日到4頭萬做咯。咁咩？講沒有。係啊，常年嚟做。佢做用開呢。我在用開的。用個那籠啊，哈。那籠啊，有意，安尼一擔開差唔多80-90斤。20條件雜他開轉不卡，按不條件，剛係有老人家不啷個聽數退白浪啊，8號幾就算冇嘅啦，係將天天嘅長。長到鐵為止。哦，差唔多就掂。冇掂，佢把長到12點。
冇裝好咗。橫下落嗰時按到自己嘅人有冇？橫下你就衰，白個空氣啦，要個裝，乜實按？要明年有種苦瓜係咪？當年都有種啊，嗯，係啊，當年都土石流過嚟都用土都當種落去，啊都變種苦瓜，當年都種苦瓜。家本阿伯嘅下做做青島哦，佢做，我檢查，我個做本以為是，我個要照顧生意呢，啊個無事田做洗過，曉得哇？乜佢有做？哦喲，佢有做同西蘭一樣啊，會啊，行空起來。會啊，療養誒做西蘭有事田做療養誒呀，啊，人西蘭人個無，你喺芒果，係咩吹人個無啊？我開谷大門。啊，開谷大門。人開大咩開大嘛？人個嘢咩窮樣啊？你咩體驗安尼個啦？有做到交工嚇？有做到嚟嗰前股見交啊？唔會啦，關係都好咧。哎呀，冇關係呀。以前哦，我個態度是，像7、8張嘢嘅態度是，冇叫人咩行可以開車啊。開3檔檢查開對起來，這做嘢嘢就有手啊，真有手啊。煮飯沒記暖水，煮水些時沒有記啊，煮飯沒記啊，我開做那個車啊。阿伯唔會聽數嚇？記哦，記有夾些哩，記有夾個些啊，記有去外穿啊，外邊存錢啊。伊會聽數？會啦，會聽數。以前佢做教工嘅家下誒，我去像迄個地邊山地人嘅打工啊嗬，迄個打工佢就會，佢是上班啊做陣呀，陣嚟佢就會煮飯啊，會煮水啊，煮水些時呢。而家唔別講將你作按到按派頭嚇，做事也作按嘅，出門也差唔多作按嘅。家下過年嘢生意咧買順線嘅本錢，冇錢再去加，唔咩將你講過年出過年，佢做人過年我客氣下個日，我上到來過年。哎呦！佢完全就冇中央，老下完全。拜拜，我先下去了。嘞。我要回家。忙多都先回家，阿冇行。
今年成绩算还 OK， 大概5点半就开始忙，早是5点半。然后忙到大概天黑，大概6点多。後田落色啦，落色嘛意思？落色就是真实啊，真有没有争夺的真实，雨天真实。像我阿公他们那个阶段就开始了，因为那时候比现在更困难，那时候是完全没有交通工具，都是用扁担挑啊回家这样，全部用开。啊，没马路全部用行啊，以前啊，全部还是开的。有，还有开过国单。像这个杨桃以前也是啊，因为要先育苗嘛，就是它种下去的时候先育苗，对不对？就是一个本基啊，就是1颗，所以2颗就是一担嘛，就挑着来田里让挖洞，然后用种，完全是用手工。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种工机，什么都没有，就是靠锄头啦。用杂树秧做。啊，以前没马路啊，全部行山上的步道，就是一小田，用走出来的步道。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是会有道路，会有马路，会有搬运车，会有轿子。那时候根本完全想，好像天方夜谭一样。那一懂眼前的事情。大概民国60几年，50年的时候，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下长大的孩子，就是只能屈就这种环境啊，所以没想到啊，去抱怨说为什么家里做的那么苦，我不要做，不可能啊，不会啊，因为你就是只能靠这样子生活啊。对啊，像你包好去了。外国10粒啊吼。哈。唔像粒做得睇啦。又講咯，好細粒。唔係，你要爽到啊。好要爽到誒。呀。哦。啊，海帶包吼，一粒，可能最多2粒，安尼粒破安尼就7、8粒咧。哦。啊，剩嘅全部做摘睇。摘一條管。係啊。像當間吼，我摘到包，一組面3條，我摘3擺啊，一擺吼，摘7、8條、8、9條，我摘3擺，等於摘到好啊吼，一公斤冇幾多條，唔講粒就做唔得啦。所有工種就都夠。都養就拿了都少2條冰棍就本錢。連頭冰棍係乜意思？哎呦，連頭，帶像一棵樹有沒有？啊。不是說頭不見而已，不是頭上面不見，它那個下面的都沒了。呀，幾把鬼有意思哦。嗰是一個連頭冰棍。唔係叫講到講。做農係做博樣啊咯，乃叫安尼。當做都對。要安尼要講㗎。唔像城里人嘛係咁樣啊。对啊，透皮啊。比较味道比较浓。加点酸很浓嘛的。因为5月节还好啦，7月半就没啦。这是7月是第5年头，我们讲3是5月节，
勾结偷情案生气。做我班这位，你跟他对不起。依照陳收署特別陳卡來老人嘅祖先而了，希望人嘅祖先保佑人哋成家自體平安順利，家庭幸福，太賺錢，新年嘅3萬嘅讀書，成績考來當好，還有來數量，向人嘅祖先人來升高嘅表示。红火轻跳。哦。今年迄个本台客家电視台嘅主播蔡小姐、劉小姐嚟採訪人參加嘅一年嘅神法嘅歷史，要做個筆錄，所以佢今日嚟採訪我，想到人嘅主公應該親歡喜、親聽了，獎量高。不是，唔是。係啊，即個種啊，冇燒肉嘅啦，這個你冇醬味。下大雨就會這樣子啊，下大雨過後就會。白菜海是什麼？多种的那个减肥菜是花多是进口味啊，那是减。妈妈，你一点点饭给我吧，你要花枝吃哦。我祖父喜欢吃什么？因为他年纪比较大嘛，想吃什么，我爸爸一定想办法弄给他吃。可能想他，我祖父我最记得印象最深刻，最喜欢吃辣，然后那就是橘子酱，有没有？给他讲啊，我祖父最喜欢就是辣，那个姜啊，还有就是酸呐、醋啊，有没有？他最喜欢。我爸爸就会弄一碗在他前面给他吃，那我们就会看在眼里，爸爸那么孝顺祖父，那我们是不是也要跟着孝顺老人家？就会这样子传承他们那种精神存在哈。每次只要回来，那些东西你都看得到，阿公都会，譬如说，现在该要去做什么事了，他会担任家里的一个指导者的角色，规划者的角色，而且那个规划是不会让人很不舒服的，然后是很得体的。对，譬如说有客人来该招待，那他觉得我的小孩子们哪里没有做好，他会点出来，要教他们去做这样的事情。对，所以你如果从旁边观察，你都可以看得到这些东西。所以我后来就越来越长大，这几年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会去关心他的儿子女儿过得好不好，或者是孙子孙女，就是整个家庭。他会去想要了解每个人大概的境况，可是他不会去过度干涉。但是当他知道你有一些问题或状况的时候，他会在旁边用点醒你的一个角度。家庭跟家人之间那种紧密的连结或是幸福感，他才认为这个是可能是人生比较重要的部分。我小女儿的家，小女儿的家，对啊，算还蛮宽的哦。对啊，算蛮宽的哦。进来啊，进来啊，对呀。大概都到摊子，很少过来这边。反正我们比较少回家。
哦，真的、啊。所以是爸爸比较常来看你哦。对呀、我很不好意思。来自大概就到头份摊子里面，那个市场里面，他做黄昏的嘛，2点就出去了。也就我啊。阿妹啊，煎这个也卤那个猪肉哈，重不能摸。这个哈一定要皮不能向外，皮呀、以前吃过的朋友来哈，他就会找你。以前阿公的咸猪肉还有没有？他念以前的阿公，他不是念我，是阿公腌的咸猪肉很好吃，还有没有？是。姐姐以前小时候会常跟在爸爸旁边看他做这个吗。以前比较不会耶，我比较不懂得珍惜。慢高唔做啦。传统。化工。头摆吼，无需要嘛吼，山上中国出街唔方便啊，去2点钟，去1点钟，啊要做些。啊，就过年夜哈，去个休个煮啊哈，就吃到卖，吃到来哈，卖得到个做本钱，剩个就去个如意了。如果爸爸有按来做多。吃东西哦，我爸爸很棒啊，很不方便。对啊，就是也很顾家，很顾家的爸爸。然后我们要做什么，他也不会说。也蛮信任我们的，从小，我比个例子，如果说我考试考不好的话，回家，那以前都是有那个成绩单嘛，对不对？然后是不是有红字？我印象好深，爸爸就讲过说，你看按都风湿了，加油哈，就这样子而已，他也不会说打骂什么的，还印象中啊是还好，对呀、不是那种。最常讲一句话什么你知道吗？你不读书，以后学校没有留你的位置。哦，大女儿的。坐下，坐下。好乖。看呢。你要来这一趟路不简单呢。不会哦，我从家里出发到这里哦，1个钟头。我们的水费1度要加1块还是加2块？就这样啊。没错。买了10几甲的土地啊，然后他就说啊，雪兰你会不会头壳坏掉啊？雪兰那头拿坏掉哦。买了按多钱买啊吼，个钱啊，唔免用卡邦款啊，也唔免，差不多要用茶摘啊。也公合法的啦吼，然后用茶摘啊，把按多钱买按没删呢，爽啊就冇哟。因为他家人讲了对不对？没有散到会开啊。我爸爸跟我妈妈就说啊，来去我女婿家看一看呢、啊，回去叹了一句话说，嗨，现在的娘啊。岳父吓到，不是我吓到。为什么？他说我女儿就住这么山上的，为什么还找一个这么山上的人家？是这样。不是这么多人追他，怎么不嫁人山上去？他就是懂爱嘅，佢身边的小人的啊吼，佢都亲爱帮佢读书啦，亲爱帮佢读书，但是我就较唔真知啦，哦，我较唔真知，我读较少书啦。啊，每一只小人呢，他唯一的心愿，每一个心愿呐吼，就希望佢读好多的书。特别因为唔是我用嘅做嘅，按用去干咧，按用干的吼，干就当然干嘛，佢就讲。牛的迄唔是啦，牛肝同干嘛干唔同，就颜色讲，伊当希望来读书，
外里头啦吼，年10岁穷样，当希望外里头读书，就无慢夹个10年，这种感穷样的穷样，牛管头嘛管唔到，然后到安尼学土生人的时间，我就会同阿爸爸讲，老爸。头摆唔讲爱啊吼，我就吃到皮飘飘的哦。你还往外跟说，一转眼啊就往外讲，我生人的，往外人的心情，同当初爸爸对我的心情同样。每一个孩子出去哈，都真正工作，有钱没有钱另外一回事。夫妇家庭算还蛮和气的。你的嘴唇破掉了。这样子算就很好，一家人和和气气过生活，一天一天过，最舒服，没有更舒服。了冇乜嘅入料嘛，嘿，入咗唔嚟寮灣島，寮灣島了唔會睇嘅。哦。他做事情不可以说跳过那个该有的顺序，他一定1是1，2是2，3是3，绝对没有跟你说啊，我为了跑快，我用跑了嘛，学走路一样，对不对？我不可能说一下这样跑，他不可以啊，按部就班来吧，你就是照这种啊。做水果也是，不能说我一遍就成功。像我们可能蔬果，我们就觉得说，我就梳一遍，把它梳成我要的程度就好，就可以套蛋。他说不行，你就是慢慢来吧，第一遍歪的，第2遍果园吃到的，第3遍太密的，哦，第4遍，比如说我们那有疤痕的，照这个步骤来。因为刚退伍，家里真的是采杨桃的时候，我记得是12月，我是国历12月退伍，家里正忙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祖父也很老了，大概是我退伍的时候大概是70几岁还是80岁，那时候爸爸还骑个野狼呢，那时候山路哦，载我祖父去看医生，我爸就说。因为要上班嘛，在学校当工友要上班嘛。他说我也年纪大啦，啊你阿公没有人顾怎么办？你总不能丢给我一辈子吧？那我们刚退伍也没有要找工作，爸爸一直认为说还是接爸爸的事业啦，就是因为家里农地这么宽嘛，没有人耕种啊，那他体力上也有差啊，他就想说啊，老人家要我们照顾，就这样留下来。他的性质比我还温柔。他孩子要做什么，他也不会说计划你要做什么，他也不会，就和我一样啊。孩子读国中以后，你也家里也没有钱啊，也没有事业啊，那你自己想做什么自己去做，也等于说。也没有办法帮他了，意思就这样了，就这样过来啊。等于说我爸爸和我大概都是这样过来，反正就孩子辛苦啊，常常到礼拜6要回来啊。像我那个最大的讲，3个人住在一起，本来是自己煮来。吃的有没有？到礼拜6要回来，3个人，剩下一把面，也没有盐巴，也没有酱油，好，就烫一烫，你一口我一口，就这样。所以那时候，真的我那些孩子真的好辛苦。最欣慰的佢第2個親兒女高地嘅嘢嚟，主角大家都
很认真，同时的辛苦，无以替代，是这样。一般人摆出遐安尼啊。田头北公啊。然后摆田头北公向东出北公啊。中国的最后。反正呢，向西南边，南边也好，西边也好，这边摆好兄弟啊，这样。修。开始采收工作期有多长？我不知道，你没有算过？我没有算过，我都知道采到完都没有了。我的人口比较开放，反正不管我只要过一天过一天，今天不好就看明天，明天不好看后天，就一直这样，心里放开随便你来啊，你来我就打，我就做，就这样。旁边那个菜是谁种的？那边啊？对。我家的。那是种来自己吃的吗？吃不完就卖。今年的青菜还是会讲话呢。讲什么话？啊？他讲什么话？他讲什么话？价钱太好了。毕业以后就家里做事啊，其实要写这个很难，要一直看，一篇一篇这样写。所以有客人来要写我就讲笑话了。我田中大学毕业的写字现在年纪那么大，手会抖了，拜托你帮我写啊。年轻的不知道啊，像你那么年轻的是一来一票人啊，很多啊，一直想，台湾哪里有田中大学啊？做什么我不知道。有啊，我们家像我家里3个人要写那个就是没有办法。这个包装厂平常只有3个在这里啊，要我写一张可能10分钟不晓得写不的。哎呦，还敢讲？让你读书你就不要读书。没有办法，我爸爸妈妈没有钱给我读。我有读书啊，但是我写的他们看不懂啊。你的字他们看不懂。对啊，我写印尼文你们根本看不懂啊，不是等于一样。那昨天工作到几点？到8点。要送奶了。中和的武昌街。
电影这个样。啊，送去97小。啊，刚几来上班啊？系啊。啊，关哦。系，伊是咧关。像我有时候载货出去啊，因为真的是有一点距离嘛。你像我出去的时候，可能不是1个点啊，可能4个点、5个点，那回来会比较晚了。爸爸刚开始就会很担心，就在家里，已经等到我回到家，他才会去睡觉。1点2点他照等，真的，他在客厅坐着等我回来，这样子啊。我后来就跟他讲，不用等，没有关系啊。现在又有行动电话方便了嘛。我爸爸就讲，吹气都像跌头的啊，转人一念都来啊。牛种啊，牛来种菜啊。讲得像，迄爱种较多。真是假杂呀，没放美来种的哈。我爸爸跟我老婆种的比较多。当美身体够唔好，口样的。嘛唔还好啦。我较长了，我较顺了啊，落下白了，天哪，哎哟！你就落下白的啦，金白啊！心烂掉了。我去甲摘啊，你这样摘啊嘛？哦，去甲摘，搁神气。这样哦，这样子了好。这样对好水个好，还有毛啊，嘛好，这个。开气啊，准气那种苦瓜，苦瓜熟起来，啊了要上错啊，啊上错要顺养养分呐，啊就胖胖啊哈，有种菜就种价格卖，啊纯个好，像个就买油瓜的，油瓜的。花莲那个。油菜花。油菜花那个是已经过时，那个是做肥的。哦。做绿肥，萝卜也是。要就烤，不要就胖田鸡哈，胖一胖就做肥料这样。哎呀，这一张花花，哎，好了没？一枝草一点露啊，一枝草只有一点露水，它就会收下去，它就会红。树那么大，它就叶子多，吸收宽。还是活，草一只小小的，它也是一点水收下去，它还是活，不是吗？所以人家一枝草一点露，我唔是偏就要偏死。你这样呢去想人，受也无用，受唔落个就受你去甲心肝不足，破片而已啊，变暗的而已啊，没有用啊。你就开发哈，一年过一年过一年就好了。